引申十穀飯作為一杯黑米、小米、燕麥片、高粱米、藜麥、薏仁米、芡實、糯米、紅豆同埋綠豆水。當所有穀類用清水預泡1到2小時，尤其係硬度較高嘅穀物，好似一啲紅豆，以縮短煮熟時間。泡好後，將所有穀物用清水沖洗乾淨，瀝乾水分，將所有嘅穀物放入電飯煲內鍋同埋鍋子中，加入適量嘅水，啟動電飯煲嘅煮飯程序，或者用鍋入邊嘅火煮，直至水分收乾，穀物軟爛。煮好後，可讓飯再燜約10分鐘，讓空氣充分釋放。用飯匙輕輕攪拌，盛出即可享用。大家記得點讚關注。